倒调节来。国中毕业以后，家己去找填报纸去应征，无田无园啊，种桃进门。过来，有啦。长啊，行路才行到正常啦。爱走。迄阵啊，办桌毋是这包办的，是主人家厝内要办什么喜事，伊就去找总铺师。总铺师伊是拜托伊甲开菜单，啊帮伊叫人工。这张菜单以后摕互主人，要用偌重的数量，拢互伊啊家己采买。我来捞一扛。上最我做到差不多250桌，3000人用餐。南部路偏较甜实啦，尤其是较甜的部分。咱北部吼一般会较清爽啦。啊，为做初冬的伊一个老寒，你叫无食咸，无体力啦。办桌吼，用个灵虾吼，代表足吉祥，吼足有福气迄种意义就对啊。佛跳墙这个物件吼，福禄寿齐全吼，啊，放在一个菜内底吼，就代表一个真圆满。我食这道饭，我免惊饿死，逐顿嘛爱食。